各位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收聽第123集嘅米閱讀分享 Mic the Reader 呢個 podcast。今集揀嚟分享嘅書呢係香港新讀魯迅選集。今集呢係繼續香港嘢系列。上次呢我好似講錯咗啊，原來呢我提到嘅香港嘢系列1呢，即係有廣東話兼香港情書嘅系列，其實係叫做香港人與社會系列。後嚟即係大約今年初啦吓，先至有正式嘅香港嘢系列第1輯，咁就係講山同埋香港嘅推理小說嘅。所以今次呢一個系列咧，嚴格嚟講可以話係討論香港嘅第3個系列噶啦。不過其實呢啲都唔係好重要嘅，我澄清翻呢都係方便大家咧回溯翻我舊嘅集數啫。反正香港嘢系列咧都係會持續不時咁樣推出嘅。最近我又見到香港出咗好一啲嘅新書，係我好感興趣嘅題目啦，或者儲咗3-4本，又會再去訂購啦，同埋就再喺呢度分享。當然要係如果我繼續仍然喺度營運呢一個 podcast 啦。言歸正傳啦，今日咧講魯迅，唔係讀中國文學或者係中文系嘅我咧，對於魯迅嘅認知咧，其實都好片面同埋好少啊。但係我又一直咧都對佢好感興趣，因為咧聽聞佢批判呢個禮教啊、中國舊思想好迂腐咧，係批判得好深刻精闢。佢嘅作品又係阿 Q 精神嘅呢種講法嘅來源啦，所以咧我就一直將佢放喺心上，靜待呢個時機啦。今年3月喺朋友嘅即係有份開嘅英國嘅書店啦，就俾我遇到咧由山道文化喺香港經歷咗好多風風火火嘅日子之後，所編會出版嘅魯迅選集呢本書，就令我咧有感係時候咧讀一讀魯迅啦。咁講真，讀完之後咧又冇預期之中咁震撼，但係咧都有俾佢嘅直率大膽嘅批判態度咧所震懾嘅，以及咧魯迅咧對呢個接近1930年嘅香港嘅討厭啊，都係令到我覺得好驚訝。所以咧今日就想分享呢本書啦。先借上一本嘅大埔故事作為切入點去講魯迅先。喺大埔故事入面咧，孔慧儀咧就寫到九廣鐵路同大埔墟嘅關係。佢咧就提到香港喺新文化運動之中嘅角色。從中國文化發展的角度來看，20世紀初的香港是邊陲地區，步伐比文化前線慢，這在新文化運動時期特別明顯。古文在這兒受支持的程度比在內地強，而讓香港與大陸文化前線接軌的，正是九廣鐵路、白話文學書報的運輸帶。魯迅1927年在香港公開演講，就大聲疾呼：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，一是捨掉古文而生存。香港嘅九廣鐵路將魯迅着力推廣嘅白話文運動咧推廣到香港啦，但係同時原來香港咧都有股支持古文嘅風氣，兩種力量咧喺香港相遇啦。呢個咧就引起咗我嘅好奇。究竟魯迅喺1927年嘅香港嘅嗰個講座啦、演講啦，講咗啲咩呢？當時又係古文嘅支持者又係咩人呢？咁我咧就先讀出喺而家呢一個嘅魯迅選集入面啦吓，1927年魯迅講咗啲咩？咁呢個內容咧就係嚟自而家呢一本書，佢將呢一個演講嘅題目咧定為無聲的中國呢一篇演講詞嗰度。其實文言和白話的優劣的討論本該早已過去了，但中國是總不肯早早解決的。到現在還有許多無謂的議論，例如有的說古文各省人都能懂，白話就各處不反而不能互相了解了。殊不知這只要教育普及和交通發達就好，那時就人人都能懂較為易解的白話文。至於古文，何嘗各省人都能懂？便是一省裏也沒有許多人懂得的。有的說，如果都用白話文，人們便不能看古書，中國的文化就滅亡了。其實呢，現在的人們大可以不必看古書，
即使古書裏真有好東西，也可以用白話來譯出的，用不着那麼心驚膽戰。因為我們說着古代的話，說着大家不明白、不聽見的話，已經弄得像一盤散沙，同樣不相關了。我們要活過來，首先就需由青年們不再說孔子、孟子和韓愈、柳宗元們的話。時代不同，情形也兩樣。孔子時代的香港不這樣，孔子口調的香港論是無從做起的。於這闊哉香港也不過是笑話。我們要說現代的自己的話，用活着的白話，將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說出來。但是這也要受前輩先生非笑的。他們說白話文卑鄙，沒有價值。他們說年青人作品幼稚，貽笑大方。我們中國能做文言的有多少呢？其餘的都只能說白話。難道這許多中國人就都是卑鄙、沒有價值的麼？至於幼稚，尤其沒有什麼可收，正如孩子對於老人毫沒有什麼可收一樣。幼稚是會生長、會成熟的，只不要衰老、腐敗就好。可以見到魯迅呢就主張我哋要放棄講一啲古代嘅舊思想啦，講以前嘅生活啦，要用白話文，即係同我哋而家密切相關嘅新語言呢去表達自己，否則就做唔到真正嘅思想交流。最重要嘅呢就係我哋呢會唔識得講真實嘅說話去表達真實嘅情感啊！只有真的聲音才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。必須有了真的聲音，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。然後呢，我就會繼續讀呢魯迅選集第二篇喺香港嘅演講詞嘅。呢一篇講詞呢，題為《老調子已經唱完》，唔少位置上面呢都睇得出呢魯迅呢係不點名咁樣喺度冷嘲熱諷，但係對象似乎係外國人嚟嘅喎。當時喺香港嘅老外呢，當然就係英國人啦。清朝又是外國人，中國的老調子在新來的外國主人的眼裏又見得新鮮了，於是又唱下去，還是八股、考試、做古文、看古書。但是清朝的完結已經有16年了，這是大家都知道的。他們到後來倒也略略有些覺悟。曾經想從外國學一點新法來補救，然而已經太遲，來不及了。老調子將中國唱完了好幾天，而他卻仍然可以唱下去，因此就發生一些小議論。有人說，可見中國的老調子實在好，正不妨唱下去。試看元朝的蒙古人、清朝的滿洲人，不是都被他們同化了麼？照此看來，即將來無論何國，中國都會這樣地將他們同化的。原來我們中國就和生着傳染病的病人一般，自己生了病，還會將病傳到別人身上去，這倒是一種特別的本領。現在聽說又很有別國人在尊重中國的舊文化了，哪裏是真在尊重呢？不過是利用。外國人，尤其係喺香港嘅嗰啲啦，經常都鼓吹古文好，中國嘅舊文化好，聖人嘅話很不錯之類啦。其實咧係為咗方便管治。魯迅喺呢一度同其他作品入邊咧，都用上咁尖酸刻薄嘅講法，真係咧都會令人反思起逢係洋人咧都崇拜嘅嗰種情緒啊。因為咧洋人管治香港，就未必咧係為咗香港嘅好處嘅。以下嘅比喻呢，就令我諗起溫水煮蛙。但是有些讀書人說，我們看這些古東西，倒並不覺得於中國又怎樣有害，又何必這麼決絕地拋棄呢？是的，然而古老東西的可怕就正在這裏。倘使我們覺得有害，我們便能警戒了。正因為並不覺得怎樣有害，我們這才總是覺不出這致死的毛病來。
中國人倘被別人用鋼刀來割，是割得痛的，還有法子上；倘是軟刀子，那可真是割頭不割死，一定要完。魯迅呢係要警醒國人呢，要留意到古老東西呢就好似呢個軟刀子咁，唔覺得痛嘅情況底下呢，就慢慢被斬首死去噶啦。而佢以下呢個關於為民眾着想嘅出發點呢，就令我呢都幾觸動啊。可能因為呢，佢展示咗公共知識分子嘅風範啦。中國的文化，我可是實在不知道在哪裏。所謂文化之旅和現在的民眾有什麼關係、什麼益處呢？近來外國人也時常說中國人禮儀好，中國人樂讚好，中國人也附和着。但這些事和民眾有什麼關係？車夫先就沒有錢來做禮服，南北的大多數農民最好賣的是雜糧，有什麼關係？中國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，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換來的。無論中國人、外國人，凡是稱讚中國文化的，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分。我諗起呢，其實20世紀嘅香港都有啲咁嘅外國人嘅。其實喺香港生活，從來都唔過海去九龍或者新界嗰啲啦。佢哋認識嘅香港呢，就只有中環、蘭桂坊同埋山頂附近。諗起呢啲，其實都唔係真正走入香港民眾，真正學習廣東話，即係唔係真正融入同埋認識以至愛香港嘅人呢，我都會理解。其實佢哋呢都只係呢利用緊香港，或者只係享受緊呢香港呢為佢哋帶嚟方便舒適嘅嗰一面啫。不過咁，魯迅嘲諷嘅好可能呢係1925至到30年擔任港督嘅金文泰。金文泰呢係個精通中文同埋廣東話嘅一個英國人啦，又喺推動中文教學方面貢獻良多。佢嘅功績呢似乎呢都係有褒有貶嘅，但係呢總之魯迅呢就唔多妥佢啦。魯迅喺同年，亦即係1927年呢，第3次嚟香港。咁呢，今次呢就係坐船嚟嘅。我諗當時呢都有啲勢力，好可能根本就係港英殖民政府啦，唔想佢嚟香港，所以喺船上呢就進行查關，要魯迅呢翻箱倒櫃，最終呢都係要魯迅呢俾10個大元啊，先至放行。呢一段經歷呢，可以見得出呢，魯迅對香港嘅評價呢真係好負面啦。去年在廈門才知道吃飯固難，不吃亦殊為學者所不悅，得了不守本分的批評。鬍鬚的形狀有國粹和歐式之別，不易處置，我是早經明白的。今年到廣州才又知道，雖顏色也難以自由。有人在日報上警告我，叫我的鬍子不要變灰色，也不要變紅色。至於為人不可太瘦，則到香港才醒悟，先前是夢裏也未曾想到的。的確，監督着同胞查關的一個西洋人，實在得吃很肥胖。香港雖只一島，卻活畫着中國許多地方現在和將來的小照。中央幾位洋主子，手下是若干重德的高等華人和一夥作槍的勞氣同胞。此外，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，能耐的死在洋場上，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。苗瑤是我們的前輩。喺呢一度呢，要補充一下呢，其實係因為魯迅呢受到一啲嘅阻撓啦，咁就唔輕易可以入到香港。咁其中一個評價呢，就係話佢太瘦，所以呢就惹嚟咗英國人呢覺得佢係可能係食或者係賣鴉片嘅。咁所以呢，呢件事就令到魯迅呢就覺得原來呢太瘦都係一個罪名。睇完呢一段呢，都令我即係諗到啦我哋應該追求嘅呢，就係做自己嘅主人，而唔係呢侍奉任何嘅人。咁嗰個侍奉咩人呢，就可以包括係洋人啦，亦都可以係包括呢係中國人啦。咁所以我哋應該係要做自己嘅主人啦。
魯迅嘅字字珠璣喺以下嘅段落咧，都令我嘆為觀止啊！佢只係用咗幾句咧，就已經概括咗中國嘅歷史啊！唔知大家同唔同意呢？而家不妨一齊睇一睇。因為歷史結賬不能像數學一般精密，寫下許多小數，卻只能學粗人算賬的四捨五入法門，記一筆整數。中國的歷史的整數裏面，實在沒有什麼思想主義在內。這整數只是兩種物質，是刀與火。來了，便是它的總名。火從北來，便逃向南；刀從前來，便退向後。一大堆流水賬簿，只有這一個模型。倘兼來了的名稱不很莊嚴，刀與火也觸目。我們也可以別想花樣，奉獻一個嗌法，稱作聖武，便好看了。聖係聖人個聖，武係動武個武。來了，咁即係用武力或者係暴力去推翻政權，然後政治上嘅主張、思想上咧，其實係冇做到變革嘅，咁歷史就只會一再重複啦。所以魯迅呢就贈咗以下嘅言啦。因此只需防那來了便夠了。看看別國，抗拒這來了的，便是有主義的人民。他們因為所信的主義，犧牲了別的一切，用骨肉碰鈍了鋒刃，血液搖滅了煙焰，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種薄明的天色，便是新世紀的曙光。曙光在頭上，不抬起頭，便永遠只能看見物質的閃光。今日最後想分享嘅一段呢，係取自魯迅喺《吶喊》入邊嘅字序啊。其實佢整篇字序呢都非常之好睇。我想選讀嘅呢一部分呢，肯定唔係最著名嘅，但係我係覺得好有意思啦。魯迅講佢嘅寂寞喺邊度嚟？我感到未嘗經驗的無聊，是自此以後的事。我當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。後來想，凡有一人的主張得了讚獲，是促其前進的；得了反對，是促其奮鬥的。獨有叫喊於生人中，而生人並無反應，既非贊同，也無反對，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，無可措手的了。這是怎樣的悲哀哦！我於是以我所感到者為寂寞。為魯迅嚟講呢，自己發表咗思想或者文章，有人贊同好，其實有人反對都好㗎。最怕呢就係完全冇反應。魯迅喺呢度當然係指佢作為文化運動推動者、議政嘅人，希望能夠喚醒國人嘅一個吶喊者，寧可有人同佢筆戰開罵，亦都唔願意啦，完全冇反應。因為咁樣就有可能代表住呢個社會嘅人呢已經心死，或者已經麻木咗，就再冇反應或者回應啦。魯迅喺1927年訪港，計落呢其實已經有98啊99年啦。而家重讀仍然呢好感佩佢嘅前瞻性啦，亦都實實在在證明咗佢用白話文書寫係讓知識傳播更快，思想交流更加容易。咁香港新讀又有咩意義呢？香港喺2019至到22年左右啦，最風風火火嘅日子裏邊呢，其實都不時展現咗一啲迂腐嘅思想、阿諛奉承嘅一啲習性嘅。呢一個嘅選擇咧，連同黃照達所繪畫嘅漫畫啦，就令我哋再次思考之餘咧，亦都重提咗青年人嘅重要性。舊嘅迂腐嘅亂斬權力嘅老一派嘅，理應係退去，讓青年人掌舵，俾佢哋希望。講到嚟呢度咧，又有一啲嘅傷感啦。以前喺香港呢，我的確係成日都睇到年輕人呢係未來嘅希望同埋發展進步嘅動力。及後發生嘅事呢，我哋對年輕人所做嘅呢，卻係多數係壓制啦，甚至係摧毀，令我感覺到太可惜，亦都覺得可惡。而家我喺西班牙生活啦，比較多接觸嘅係小學生。
但係凡有跟年青人交流嘅機會呢，我都會好珍惜㗎。我仍然希望自己呢係冇放棄對 Alpha 世代人嘅希望。雖然呢，我呢的而且確係對香港嘅比較有信心。今集分享香港新讀魯迅選集就嚟到呢度啊。下一本要分享嘅書呢，教曉咗我魯迅除咗喺新文化運動、白話文運動嘅推動者之外呢，亦都係被稱為中國新興木刻版畫之父。佢認為咧，木刻藝術咧係有利推動政治改革、改造大眾意識。難怪呢一本書嘅封面亦都一如其他會放呢個魯迅頭像嘅一啲作品啦，都揀咗木刻版畫入面魯迅嘅側影啊。而家知道咗背後呢個故事咧，我就真係覺得又靚又有意思啦。如果你覺得我嘅 podcast 都有意思嘅話，請訂閱支持我，維持營運啦。你聽緊嘅係米閱讀分享呢個 podcast，下星期我阿米再會大家。